今日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1章第30到第14节。好多咱的词汇讲足歹念对无吼？足长吼。你若知影希腊文，你就知影你会惊到吼。从第3节到14节，就是今日的经文，其实是一句吼，它是一句吼，它只有一句而已吼，就是一个句子啦。吼，啊，今年遐尼长吼，那就表示跟上礼拜，你若顶礼拜有来，你会记知咱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章对无？啊，内面有介济保罗的写物件的方法。伊咧写一个重点的时阵，伊认为讲这个重点大家解说一下，伊就跳出去解说。啊，佮写到一个，写到囝，哦，伊要解说囝是啥物货，佮跳出去。啊，解说了伊较转来吼，所以从希腊文来看，内面有介济所谓的子句吼，这咱汉字的表达较无即款物件哦，英文有吼子句吼，所以我讲的第3节到第14节是一整个完整的句子吼，它是个复合句吼。啊，咱来看卖啊，这个完整的句子，这个颂赞吼，伊是咧创啥？伊到底是咧讲什么物件吼？重点是咧讲啥？一开始第3节讲，愿咱的主要所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得着儿乐。注意吼，伊讲愿上得着儿乐，你第3节听起来，伊愿上得着儿乐。我佮念一下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得着儿乐。所以一开始保罗是讲愿什么人得着儿乐？上帝也是耶稣基督。啊，你爱看得出来是上帝哦。吼，愿这个上帝得着儿乐，这个上帝以上的上帝是主要所基督的上帝，啊，也是伊的什么货？伊的爸吼。好，要进入这个句子复杂的地方吼，各位兄弟要跟好哦，吼，大家要跟好。伊讲吼，伊讲伊吼，伊伫基督内面 ，in Christ， 伊伫基督内面，捌享受咱天顶属神的各种的福气，属灵的各种的福气。吼，毋是世界的福气哦，是伫天顶属伫神的各种的福气。各位这样呐，世界福气什么？咱世界福气什么？啊，就豁出的去，人进得来，啊，大发财就啊。世界福气，我毋是讲好啊歹啦，我要甲你讲这咱咧看世界福气，啊，毋过毋是今日的经文一开始就讲这个上帝吼，伊是互咱的福气是属伫天顶、属伫神的福气，吼，而且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， 吼，这个是重点，伫基督内面。享受咱的福气，所以即马从这一句开始，你会发现，伊要介绍什么叫做福气。啊，我先赖皮，先跟大家讲。刚这个是前面第3节哈，从第4节到第6节，伊讲的福气跟天父上帝有关系。即马第7节到12节，伫讲的福气跟耶稣基督有关系。第13、14节就是今日的经文线跟圣神有关系。哦，这个是要分析句子的结构才看得出来哈。所以爱知影咱即马讲落去，这个福气3个部分，对天父、对圣囝、对圣神来表达这个上帝互咱的福气是啥物款的福气，而且这个福气是在哪里成就的？在什么？伫基督内面成就的福气哈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下去哦。伊讲就亲像这个上帝。对创立世界进前，伊就拣选咱啊，吼，伫对拣选咱，在基督里，吼，这个重点咯，吼，伫基督内面伊拣选咱啊，互咱伫伊面头前啊啦，正做圣洁。我说过了哈，我们的圣洁，咱讲圣洁不是好的翻译，我们最好的把圣洁转成什么？
神圣哈，神圣，就是 holiness 这里圣这个神圣的艺术，其实没有节的概念，嘿节是咱坑里面，啊不是错，只是说还没有到那里。要跟我们是咧讲这神圣是咧讲分别出来，好，就是上帝甲咱这群人对世界分别出来，迄是神圣的意思。好，就是讲要互咱的面头前，要互咱伫伊面头前，真做是分出来特别的这一群人。那这一群人的特质就是怎么样？无撩面吼，没有瑕疵，哦，好，没有皱纹吼，没有瑕疵哈。而且注意这个作为吼，还是在哪里？伫基督内面吼，佮像这，伫咱的经验，你若第一代基督徒，你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决志对无？是不是？你决志嘛，我决志要信，我决志受洗，这是咱人的经验。啊，毋过保罗伊讲的，若是对上帝的看法，对上帝的看法来讲，伊是当时甲咱拣选咱的，的世界还未创造进程，这个天命的安那，的已经拣选咱了吼。所以这是我常讲的超时空的概念，吼，已经拣选咱了吼。所以这款的描述，伊就是讲，这是属于天顶属性的福气，吼。好，个因为对咱的疼，吼，就照家己的旨意，照这个天父、这个上帝伊的欢喜。伊的旨意，伊的预定我们很讨厌一个名词哈，大先定到哈，大先定到咱得到囝的名分，他让我们得到什么？儿子的名分。这个在希腊文看起来是养子的意思，好，就是讲上帝哈叫伊欢喜的旨意，好，伊拣选咱的目的是要互咱成做伊的啥物货？伊的囝，好。啊，这件代志嘛是安那，这个得儿子的名分是借着什么？耶稣基督，好，就是讲，你要注意讲下这，就是讲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一个概念，就是上帝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借耶稣基督里面来做这的代志，哈，好，伊做这是要什么回？注意看这个句子，另外这一段经文另外一个重要的句子就是做这是要互伊的。荣耀的稳定得到而乐，好，被予伊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啊，得到而乐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句子，会随着这整段经文一直出现哦。底下保罗又开始他的方式了，要跟好哦，好，荣耀的恩典得到而乐的是讲，保罗认为伊要来解说这个恩典是什么，这个 glorious grace 这个恩典是什么？伊就开始写了呀。伊讲这个恩典吼，是伊，就是这个天父伫伊的所疼的囝内面所赏赐予咱的，一样是 in Christ， 借着耶稣基督，伊把这个恩典赏赐予咱的。啊，伊要个解说爱子吼，他又写下去了哈，爱子下面的经文就是讲，对这个伊所疼的囝的血。咱会当得到什么会？救恩，得到救赎，而且呢，这个爱子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基业是什么会哦？英文可能把它翻成 inheritance， 就是得到遗产，好，得到基业哈。就是讲，咱加罪这个得到基业，其实有其他的经文直接翻成。不是得到基业，是成为基业，就是咱加最上帝的一个产业。好，我们成为上帝的产业。各位看这，公告家是借着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，是在抵押所基督内面正这件代志的，哈，正这件代志的。所以伊继续保罗佮讲咧，所以恁遮的人，保罗讲，以弗所遮的兄弟姊妹，恁。既然听见这真理的道，吼，你已经听到啊，啊嘛呐，嘛相信这个基督。啊，即嘛保罗里面讲，他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真理的道，他就把它继续写说，这个真理的道的是恁得救的福音啦，
吼，好，就是讲恁遮的人，既然听见这得救的福音，嘛信基督啊，恁就有啥物会？你们就会有什么？会当得到所应允的迄个圣行，加做一个吸引，好，就盖下去，圣灵成为一个印章，给你吸嘞，盖在你的头上，表示你是他的了，哈。现在是不是？各位兄弟，咱即马已经伫上帝国内面完全上帝的官兵啊，是无？还没有，好，因为耶稣基督安那还没有再临，好，就是讲上帝还未甲完全这个世界放伫伊的官兵内面，啊，毋过咱已经安那，我们已经盖印了，哈，我们已经盖印了，哈。从下一句最后一句再来解释一下。好，我们已经有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了。这个圣行，不能够改水。讲这个圣行，会当真做咱得到，我们成为产业的凭据哈。这个凭据这边翻呢哈，那个和合本啊翻成质押的质哈，这是不对的概念。这个凭据后来想一想，比较像什么？各位在咱今麦去买厝吼，哇，这间厝1000万，你有法度随摕出来无？啊，毋过想要买呢，所以你先交什么？你先缴什么？什么？头期款对不？好，这个头期款你缴下去，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你的？是还不是？我是唔捌买过厝啦。头期款缴下去，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啦？是还是不是？不是吗？啊，对了，还要过户啦。你头期款缴下去，可不可以过户？还不能过户哦。好，你是捌买厝还是无唔捌买厝？你讲安尼，台湾家少年人唔敢买。我这个头期款缴下去了，可不可以过户啊？可以啦。怎么可以？怎么不可以？到底可不可以？哈，害我讲不下去了。啊。还要分成屋啊，是预售屋哦啊！好啦，伊个成屋啦吼。这间厝好底下，我甲买这间厝，我头期款缴下去了，这是不是我的啦？可以办过户吧？啊，基本上这间厝是不是我的？还没有。我当然以后每一年还要缴什么？缴贷款呐，要缴。可是这个房子不是我的哦，算我的啦，算我的啦，哈。但是这个概念哈，好啦，那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哈，那假装是这样，可不可以？昏倒了，这个没有买过房子就是麻烦哈。那注意哦，假装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就像。保罗在讲的这个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啦。一共这个圣行就好像我们怎么样？这个圣行的是咱的啊啦，头期款呐，好，就是已经决定了，好，可是我们还要等待什么？等到全部付清是吧？不是啦，等到主啊啦，主在临哈，就是讲保罗要甲遮以弗所的兄弟姊妹讲清楚一件代志，你们是确定的。好，你们是确定的，因为有圣行加最定的什么会头期款。好，这个事情已经决定了。好，虽然你今麦要搁伫世上，伫世上要搁有最患难，伫世上要搁有最的苦叹，搁有最的委屈，搁有最的病痛。最无顺心的代志，不过你们确定，因为圣灵做保证，你们确定已经是上帝的产业。那所以他最后才讲什么？只等到什么？等到上帝的百姓
被赎被赎回，互伊的眼光安那得到儿乐。我讲完了呢，这到14节喽，我讲完了哈。整个看起来很复杂，不过我都爱解释，你有清楚不？就是无清楚，要去定来一解吗？唔好啦，就是讲这段经文有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是在什么？在基督里面，上帝有一个救赎计划，这个计划，这个上帝的作为是荣耀的，是值得称赞的，所以这句话，伊的眼光得到儿乐，一直在里面跑出来，然后或是说写成以眼光的稳定得到儿乐。我们上一次我们在罗马书那时候就一直讲到恩典是什么意思 ？Gracia， 英文叫做 grace， 稳定什么？礼物这个意思就是礼物，礼物就是礼物跟礼物。把礼物作为对称的想法，就是工价、薪水。你有做互你工价作为回应。不过礼物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是，你没有做任何事情，然后给你的，那才叫什么礼物所以是白白的就是讲伊的眼光是白白赏赐给我们的，所以要得到称赞，应该大而乐为什么要大而乐？有时啊，保罗伫遮一直要强调，各位基督徒，恁得爱而乐，爱而乐这个上帝伊所做的一切。为什么一直要强调？跟他这都忘记了吗？那你圣经里面呢，看到他一直强调，就是代表代表重要代表没有啦。没有做到啦。好，如果我在墙上写说这里禁止放垃圾，那表示什么？有人放垃圾嘛？保罗一直跟你讲，这个大家娱乐上帝应要你大家娱乐大家娱乐表示什么？无人娱乐，是安怎袂娱乐？各位兄弟，为什么不会去荣耀上帝的作为？为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好啦，你看不出来一水，你抓不到那个重点，你抓不到重点。好，我跟你们说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的保龄球的最高分数是299呢。你听我说，299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要打保龄球，知道就差1分就什么满分，这样厉不厉害？很厉害。可是如果你不晓得这个保龄球的规则啊，它的算分299有没有感觉？没有感觉就是你唔知影通欣赏的时阵，你就袂晓娱乐。伫遮其实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上帝这个是以大救赎的计划。你看不出上帝救赎的计划，你就不会想要娱乐也作为。各位这个可能是我们现代基督徒的状况，咱的问题。保罗一开始就讲，这是依照伊创造世界的大先。这是伊说第3节，这是伊伫基督内面享受咱伫天里逐项受伫神的福气，这是属天的福气啊！看得出来是福气吗？看不出来是福气，就不会娱乐，就袂甲娱乐啦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保罗要强调这一整段一句话一整段，他只是要告诉你，各位兄弟，这个基督是上帝救赎的核心。这一切不论是上帝的拣选，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，还是圣灵成为我们的吸引，这东西在基督里面说
定到所完成的所成的。好，所以上帝所有的救赎的计划核心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好，这是保罗认为是上大的奥妙，最大的奥秘也是最大的启示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救赎的核心。那上帝救赎的对象是谁？这个救赎的对象是什么人？各位兄弟姐妹，上帝有个救赎的计划，是要救谁啦？救谁？救烂啦！昏倒了。哦，我们是他什么？救赎的对象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当上帝在做这件永恒的事工，居然我们是他永恒事工的什么一部分呢？安尼有通学了不？还是听不懂那个感觉咱有通学了不啦？就是今麦上帝在进行一个永恒的事工结果你跟我都怎么样？都有份呢，都在里面呢。干嘛这延更美？可是看起来不像呢。有没有觉得哇，我们是很荣耀的呢？我们是不得了的嘞！这上帝以大的事工、大计划，既然跟咱有关系呢，所以不是今天的经文。如果你看第15节继续看下去，你就看到伊安怎讲。保罗安怎讲？我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，显出伫正圣道的仁爱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些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一样，因对耶稣的信，因显明因会听。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，咱基督徒若对上帝有信，就安那，就对人有听。第三项是啥货？对什么货？对土地有情。你是安怎会安尼做？因为你明白，你清楚，你是一个上帝救赎大计划里面的一部分。你是荣耀的，你是在上帝的荣耀里面的一份子。你伫这个世上，你就会有这款的对生命的显现。基督徒，你不是一般的人，每一天汲汲营营，干那在趁钱，还是干那在追求你的名利、你的名声？不是，你是伫事实上，你是伫上帝的大计划里面，你是有份的，你是一个在上帝荣耀的一份子，你会有无同款伫这个世上的表现。不是讲你爱去做什么大代志，不是讲这个，你不见得要选总统，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大事情，是伫咱的日常生活，你会当显明一个无同款的款，因为你知影你是上帝大计划里面的一部分，上帝救赎的计划里面的一份子。各位在你会有不一样的生命的逻辑，无同款伫这个世上生命的表现，因为你对上帝有信，所以你对人有听，你对这个土地有情。今日跟拜日一个礼拜的什么？第一天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。礼拜6，不得不讲一下，就是咱的选举咱要选出总统，要选出立法院，要选出，要决定咱的后一代是不是要真做中国人？基督徒。你有任何的意识形态拢无要紧，你有任何的政治立场拢无要紧。不过你爱相信一件代志，你伫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里面，咱是一定无同款的人，我们是有不同的思维的。
这个上个礼拜四的祷告会，咱的基督会，我们可能不记得，我们星期四有祷告会哦。咱礼拜四有基督会啊，进度是诗篇32篇，第一节伊就讲，哇，台语变怎念？我用台语念好啊。第一节伊就念讲，他就写说，第一节。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抓砍的人，这个人有福气。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抓砍的，这人有福气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无算伊有罪，伊的心无奸诈的，这人有福气。我星期四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受冲击。跟你讲这，伊要讲的是，有几款人有福气对不？他要讲的重点是，有一种人是有福气的，对不？好，他是不是说，伊是不是讲无犯罪的人有福气？他是不是强调这个？伊是不是强调讲？心清气无犯罪的人有福气，他是不是讲了这个？不是，他是讲什么？伊讲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抓砍的人有福气。伊讲迄个心无奸诈，耶和华算伊无罪的人有福气。耶和华若算伊无罪，事实上有罪无？有无？有啦。是耶和华算伊无罪，伊讲这号人有福气。各位兄弟，我要很诚心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：会写这样的人，是犯过罪的人，他写会出来了，是深陷罪恶的人，然后领受上帝恩典的人，伊较写会出来这款话啦。那这个活在象牙塔里面的人，他就直接告诉你守节心清的人，这人福气，像我遐高，智商157的人，这个人有福气。这个诗人，伊要安尼写，伊就是要大家讲，讲这你犯罪不是重点，你要会晓怎么会？你要知影悔改的人，你悔改了。这人是有福气的，谁不悔改？第二节讲的，你心里怎么样？诡诈的人，你会躲避，你不会悔改。人家要质问你的时候，你也讲，我讲的是大海，你跟我讲漱口杯。你不去面对，你只是在干嘛？闪躲。各位兄弟，这有对悔改不？不，我情愿你解释，你知影我意思不？我情愿你讲，你跟我讲你误会啊，其实我是安怎。各位兄弟，咱是上帝救赎内面的一份子，我们是荣耀的。咱跟这个世界的表现不同款，我们会不会做错？会不会啦？我们会不会有过犯？会不会？会不会一犯再犯？会不会啦？会。不过咱爱悔改，咱爱真实的面对，咱爱不存诡诈。不是所有的指责过来都是别人的错。贵阳这，你怎么会选这样的人当总统？我无法度跟你讲，你要选什么款的人做总统，我无遐搞，我也不适合直接说谁要选谁。可是我可以说不要选谁吧，不要选哪一种吧。各位兄弟，迄个心内迄个奸诈有诡诈，不愿意真实面对的，你怎么会去让他当这个国家的领导者？咱会当有各种的立场。各种的意识形态，
拢无要紧。不过讲下这咱会记住，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大迄个永恒救赎的时光，咱是迄个对象，我们居然是对象诶，就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血所成的救赎，我们是对象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对象。咱是无同款的人，各位兄弟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社会的表现，我们要不一样。我们不要被我们的意识形态蒙蔽拖着走。我们要认真的、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。